下南部地区这2天因为风台落大雨，嘛来拍害一寡青菜，所以菜价小小来起价。而高雄的挂价平均是起1成到2成，起较侪是盐水。而台北果菜市场，这个挂价起将近3成。菜农赶紧载菜来交货，因为大雨，好只叶菜类拢伤着。哦，咱即摆拢会烂啊，拢会烂，嘿啊，拢盖了有着水啊，拢水伤着。唔那汤丝菜，要有硬菜。店啊，今仔看了拢苦啊。因为还个避风台影响南部地区，这2天拢落大雨，主产叶菜类的主干区，这菜农赶紧交货，不过整体交易量嘛是变少。如果雨没有那么大，它就会采收进来。价格的波动的话，1至2成。高雄的菜价一般比中国菜价较俗，这摆批发的平均价钱每公斤34块，其中起较济是台北果菜市场的盐水，每公斤超过100块，起将近3成。主管区农会为了要降低损失，特别开放大型的真空冷冻库。蔬菜中心的温度降到3度或4度的话，它会越比较耐保存。然后如果有水伤的部分的话，可能会它水伤的部分就不会再严重下去。透过真空冷冻，青菜保存的时间会使冻较久咧，安尼袂使稳定交易量以及产地批发计效。是讲若雨阁继续落，煞来阁出日头，对叶菜类的伤害阁较大，是到菜恐惊会阁起价。